原本伫今年初要举办的台南市外勤记者协会第15届第2次的会员大会，甲顾问李干事的授证典礼，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关系，延到今年底伫12月25来举行。包括市长黄伟哲、副市长赵庆惠，以及座位的中央甲地方的民意代表、市府官员甲各界的贵宾，拢应邀出席，场面盛大。我相信天佑台湾尤其天佑台南，我们台南市是个福地应该也是可以在我们黄市长的带领之下，还有我们所有在场贵宾本地的福气啦我们台南市一定可以安然的度过这一次疫情的危机那今天也是圣诞节在这里也要特别代表协会祝福所有我们在场的贵宾今天大家都是圣诞快乐，然后祝福大家也可以阖家平安健康。今年的首席顾问由良丰企业的董事长林玉挑继续担任，副首席顾问由三立货柜的总经理黄永仁，由协会理事长罗启俊，带领所有理干事甲顾问团的成员，做伙甲市长翕相留念，场面热烈。是我们台南市外籍记者学会长期赞助我们的精英顾问们，对，非常感谢，赞！来，大家取好景了没？会中记者协会为了鼓励会员会用更加精进，伫理事长罗启俊任内，也通过会员报道的奖励办法，只要会员伫新闻报道得到国家级的比赛前3名，拢有奖励金。今年嘛首次有会员同时得到文化部金市奖，加新书牌新闻的报道奖。大会同时嘛颁发5万块的奖金，予得奖者郑雅珊。台南新闻林根何超邦采访报道。